国内出现头一个高猪死亡个案，疾管署表示讲，这名死者呢是北部30多岁查甫人，伊本身无注过高猪疫苗，8月出现症状，9月看医生，才确认是感染着高猪。经过检查，也发现讲，这死者本身有感染着 HIV， 也因为本身的免疫功能有较歹，加上治疗时间有去拖着，对住院到死亡，敢若50多天尔。国内出现第一例本土高猪死亡个案，是北部一个30多岁男性，无做过高猪疫苗，今年8月开始出现症状，9月12就去通报确诊，迄时阵身体免疫状况真歹，皮肤大范围腐烂，加局部组织坏死，口腔黏住球菌感染，后续检验，佫发现感染艾滋，虽然经过治疗，依然不幸伫11月7日死亡。虽然给予这个抗猴痘的药物以及抗这个 HIV 的这个病毒的治疗的药物，不过他后来是因为就出现了一些这个刺激性感染啊，以及其他的这个并发这个败血性休克啊，后来还是不幸的是在11月1号过世。医师表示，高猪、艾滋拢是同款感染方式，目前全球拢合并感染的蓝山个案算是罕见病例。预计感染艾滋的时阵，人体免疫力会下降，较会感染其他的疾病。若果感染高猪，死亡率会为0.18%，降到7%。一般的猴痘的感染死亡率约略是在0.1%到0.2%，可是如果是 HIV， 特别是在 CD4 低的末期免疫力低下的状况，它的死亡率可以高达到7%。疾管署强调，高猪第一例死亡个案主要是因为免疫力低加因地就医无法度及时治疗造成，提醒有性行为的人至少爱一摆艾滋体检，符合做高猪疫苗的民众赶紧去做2剂疫苗。到即马为止，国内高猪确诊有355例，其中343例已经康复结案，12个是国家自主健康管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